人生咧的確會有好多嘅風暴嚇，佢出現嘅時候咧，令到我哋覺得係一種好慘嘅狀態。我今日去回望，會覺得其實好似唔係當初覺得咁大件事，或者可以講而家嘅我已經成長咗啦。level 越高咧，向下望咧，嗰件事就會越嚟越細。所以其實睇翻過去嘅呢啲風暴，全部都係幫我成長。當呢個風暴出現嘅時候，佢唔係想懲罰我哋，其實而係靈魂咧設定咗一啲功課俾我哋，佢提醒我哋有啲力量你要被喚醒出嚟啦，你要成長啦，你要進步啦。其實每經歷一次嘅風暴咧，都係幫我哋去勝利。當我今日再回看翻所有我人生嘅經歷，好感恩，係因為佢令到我成長咗好多。我學識咗臣服，正面咁去迎接人生唔同嘅課題。風暴出現，我唔再覺得係風暴，而係正啊，佢又係幫我提升嘅時候嚟啦。靈魂安排啲乜嘢功課俾我？我有一個學生咧，經歷咗突如其來嘅離婚，對於佢嚟講嗰刻咧就係人生好大嘅風暴。佢發現咧，我自己一直都活喺其他人嘅期望入邊，我冇真正咁聽到自己入邊嘅聲音。離婚咧唔係一種失敗，佢咁驚離婚咧，原因係因為其他人點睇，佢要學習面對呢一個議題咯，讓佢嘅靈魂咧重新做選擇。佢今日再睇翻件事，佢話呢一個風暴就係佢人生嘅最深嘅祝福。離婚或者婚姻或者我生命出現任何一個人，呢啲都係人世間咧過眼雲煙嚟嘅。但你嘅學習，你嘅因果先至係唯一咧能夠帶走嘅嘢嚟嘅。所以其實我哋出現咗好多風暴，係因為你一直都未學識某啲嘅課題，重複再重複出現，代表咩啊？你一直都未學識，佢令到你措手不及，唔知點算，就係因為你未準備好去面對更好版本嘅自己。所以個靈魂就推你去面對咯。你今次出現呢個風暴，你未學識啊？佢再推你一把，讓到你下一次再出現呢件事，再學識佢。當你願意去面對嘅時候，呢啲所有嘅風暴咧，就會成為你生命轉化嘅一個入口，你嘅成長嘅開始，你嘅生命嘅轉折點。佢提醒緊你，有啲執着要放低佢啦，心入邊嘅某啲潛能要喚醒出嚟啦，你要成長，你要學習啦。風暴過後，大地咧會更加肥沃，人都一樣，經歷風暴，你會更加強壯。所以唔好覺得咧風暴係慘或者係終結，你準備好，佢就會帶你見到更好版本嘅你。